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刘妈妈，哎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。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啊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，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哦，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，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颗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
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儿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他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玉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谢依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依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巧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，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
如今，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邸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，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